我真係好嬲，知道冇？所以而家恨不得咧捉佢翻嚟同我對住。如果佢夠膽咧，佢而家行喺我面前，我同佢對質，睇啲佢係講真話講假話。他說，在韶關認識林榮基時，以為他是孤身之影，在他鄉漂泊，年紀大了又沒工作，好心收留他在館內打工，從來沒有人限制過他的人身自由。他說，圖書館是向公眾開放的場所，所有市民都能自由進出。如果你哋覺得唔信，你可以提住我哋嘅錄像嚟睇睇。我哋圖書館有好多監控錄像，係為咗平時啲安全設置嘅，邊個出入都見得到嘅。你可以去睇睇嗰度。佢上班嘅情況、落班嘅情況，我哋大家所有出入圖書館人都見得到嗰啲錄像係。他說林榮基在韶關時生活得很愉快，還讚韶關環境好，流露過想日後在當地定居。圖書館的同事和他也相處融洽。我哋啲員工有時仲同我講：哎呀，館長，你隻朋友做得幾好喎，咁樣。有時我得閒咧，仲叫佢嚟我辦公室飲下茶。有時我仲問下佢：咦，你平時休息做啲乜啊？佢話行下山咯，行下路咯，咁樣。所以我後尾有一天得閒，我就帶佢得下山玩添仲。明顯比初嚟嗰時肥好多啦，白啲啦仲。陳偉清說，林榮基在韶關工作期間，從來沒有講過自己在內地曾犯過法，也沒有講過曾被公安機關調查。佢都會講一啲事，但係咧有時會比較小心，個心成日覺得佢有啲噏住咁樣啫，講一半或者又收翻半咁啊，有時會。咁我諗住佢唔係好熟啊，可能而家諗翻起嚟咧，阿林榮基係一個非常可怕同虛偽嘅人，因為佢講啲嘢同我而家睇到佢喺立法會講嗰啲假話，簡直就唔係一個人。喺我心目中咧，香港佢係一個非常講法治嘅地方，咁立法會咧居然允許一個咁虛偽可怕嘅人喺嗰度召開記者招待會，向全世界講大話。陳偉清又認為林榮基出來開記者會並不是出於個人意願那麼簡單。我睇到佢同嗰個立法院嗰個咩何俊仁喺一齊，我諗佢就會俾人利用咗嘅，因為佢大陸表現嘅情況同嗰陣根本兩回事，簡直就好似啲逢中必犯嗰啲咁嘅人嚟嘅，咁就肯定俾人利用咗，或者俾咗一大嚿錢佢，係嘛？咁具體真正嘅想法咧，只有佢自己先知道。